日本東北嘅秋天係寧靜嘅美好。呢次東北上風之旅由秋田開始，坐上5能線嘅八神號去十二湖。最初驚買唔到飛，所以喺出發1個月前開放網絡訂票嘅時候，就已經先買咗車飛啦。估唔到最後仲有唔少空位，入座率目測大概只有一半。呢一類型嘅觀光列車同一般列車嘅其中一點唔同嘅地方係，當駛到一啲主要車站嘅時候，佢會喺嗰個車站停留翻一段咁上下長嘅時間，俾你落車休息睇下風景。由於我只係會由秋田坐到去十二湖站，所以我經歷過嘅主要停靠站就係得能代站。原來能代站呢個小鎮同籃球有莫大嘅淵源，站內入面仲提供咗一個小遊戲，每個人有一次投籃嘅機會，投入咗就可以獲得一份以秋田杉木製作嘅紀念品。5能線沿途有嘅景致，唔係嗰種可以俾你影張相打個卡嘅風景。遼闊嘅大海不時出沒，呢頭浮現一陣，但係幾秒過後又會匿翻埋喺草叢或者屋舍後面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當你想拎部相機出嚟影相嘅時候，佢又會突然之間消失，會令你喺心入面忍唔住講咗句粗口嗰一種。但係如果你都享受喺悠長嘅車程入面，淨係睇住窗外面嘅大海，就可以當做係半個景點嚟消閒嘅話，咁呢一趟列車都依然會係一個相當唔錯嘅體驗。落車之後冇幾耐，去十二湖嘅巴士就到啦，佢嘅接駁時間都配合得非常之好。喺去到清池之前，會先嚟到呢個雞頭長之池。呢一度唔會好似清池咁樣，成日都會有遊客喺度，自然就會多一啲獨自擁有眼前風景嘅機會。湖泊同埋紅葉嘅景致未去到話驚為天人，但好多時候呢度都係靜到只係聽到雀仔嘅叫聲，仲有風吹過樹葉嘅聲響。呢個就係我一開始所提及嘅寧靜嘅美好。十二湖入面最出名嘅就係清池，以清澈同埋湛藍嘅湖水為名。我覺得有啲可惜嘅地方就係當日嘅天氣唔係話咁好。我諗喺晴空萬里嘅日子，喺陽光嘅照耀下，湖水一定會更加湛藍同埋透徹。再向前走就開始進入山毛櫸原始森林，但係由於天色嘅關係，我就只係喺度稍作停留，然之後就回程啦。喺等車離開嘅時候，我開始發覺呢一日到目前為止所遇到嘅，大概都係呢一啲年紀嘅長輩。有時候我都會問自己，究竟自己真係老啦，抑或者只係提早領悟到人終須返璞歸真呢個道理，或者真係要等到去到嗰個年紀嘅時候，我先可以俾到自己一個答案。喺一
個目的地係黃金期不老不死溫泉，亦都係我當晚嘅住宿地點。冇記錯嘅話，呢度每間客房都係面向住大海嘅，對我嚟講係一個莫大嘅優點。另外，呢個溫泉旅館最大嘅賣點就係可以浸住露天溫泉睇日落。不過當日嘅天氣就喺睇唔到日落嘅情況之下，我就冇諗住去呢個逼滿人嘅露天溫泉浸溫泉啦。但係由於時間尚早，我都係選擇出去行一行，心存僥倖，話唔定仲有一絲機會睇到夕陽。有時候人就係咁樣，明知冇可能，但都係會想賭一賭運氣。返到旅館之後，距離晚飯仲有一段時間，我就先去沖涼同埋浸個室內溫泉。旅館提供一拍二食，我想講嘅係佢提供嘅食物一啲都唔馬虎，各式各樣嘅應該有嘅都有啦。應該都收唔到啲咩聲㗎啦，不過而家開住窗瞓覺，淨係聽到海浪聲，勁正。早唞。有一次喺離開當日，天氣就開始轉晴。再見啦！呢一片喺房間入面坐住就可以睇到嘅大海，呢一間喺夜晚寧靜到就係聽得到浪濤聲嘅房。有時候喺旅途入面，當我哋要離開一個自己好中意嘅地方嘅時候，會不知不覺咁樣惋惜起嚟。隨住一次又一次嘅旅行，我漸漸學識消化呢啲情緒。既然當初係懷住愉悅嘅心情嚟到呢度，咁又何必帶住憂傷嘅心情離開呢？一切美好嘅都已收進眼簾，藏於心裏。前面有更多美好嘅事物喺度靜候我哋前嚟。如果唔啟程繼續旅途，就睇唔見啦。當晚嘅住宿地點係清心，喺呢一趟車程之後，就其實只係得返一個晏晝嘅時間，所以我淨係安排咗雲前公園呢個行程。雲前公園最熱門嘅造訪時間應該係開櫻花嘅時候，但其實喺秋天呢度都會開住紅葉。不過我嚟嘅時候仲早，紅葉尚未盛開，加上天氣又開始轉壞啦，仲開始落住微雨。呢個時候嘅我開始期待聽日嚟臨，因為天氣報告話聽日將會放晴。同時，聽日到訪嘅地點亦都係呢次旅行嘅重點——上峰行程。
食過早餐之後，就去搭巴士去呢一次旅程嘅重點上風地點，就係奧入瀨溪流。呢個時候，溪流嘅紅葉處於盛開之時，加上當日天朗氣清，所以嚟到候車處嘅時候，就已經係一條長長嘅人龍啦。排隊等候上車嘅時間大概都花咗半個鐘，行車時間就大概2個鐘，所以實際花喺景點上面嘅時間其實都唔係咁多。我喺奧入瀨溪流館落車，咁為咗爭取時間，我就喺館入面呢食啲嘢，就即刻出發。10月底嘅奧瀨入溪流，正值深秋時分，秋葉盛開之餘，仲有溪流喺旁邊湍急流過嘅潺潺聲響作伴。唔係好知啲人去晒邊，頭先明明好多人一齊上車。其實我本來冇遇到一條溪流同埋紅葉竟然可以帶嚟咁美好嘅氛圍。我認為奧入瀨溪流嘅美有一半係源自於呢一次嘅完美造訪時間，另一半就係因為我成功避開咗人潮。不過與其話成功，其實係應該講好彩。喺就嚟去到呢個石之戶嘅時候，人潮就開始出現。最初嗰個話啲人唔知去晒邊嘅謎團就終於喺呢度大開，原來啲人就直接去咗溪流步道後半段嘅熱門路段。我由奧入瀨溪流館起步呢，本來係冇避開人潮嘅意思，只係單純想由步道嘅起點開始，諗住可以行幾遠就行幾遠。因為呢，我喺出發前一早就知道當日嘅時間係一定唔夠我行晒全程嘅，除非我唔影相啦。但係估唔到咁啱撞正，原來大部分人都直接去咗後半段嘅路程，意外咁成就咗我呢一段又舒適又寫意嘅旅程。或者後半段嘅風景真係更加靚啩，或者我真係錯過咗某啲更加精彩嘅時間啩。但係就如嗰一啲從來都冇進入過我哋人生之中嘅人同埋事一樣，與其去幻想佢哋有幾美好，倒不如好好珍惜呢一刻你所擁有嘅一切。因為要趕最後一班去白戶嘅巴士，所以我只能夠喺十和田湖做短暫嘅停留。我覺得呢度係一個十分之適合喺湖邊揾間餐廳或者咖啡店，一邊食嘢一邊享受呢度寧靜嘅時光嘅地方。但係礙於時間嘅關係，我都只能夠喺附近行下。一嚟到呢度，內心就莫名其妙咁樣平靜咗落嚟。
喺仙台留宿一晚之後，第二日就去山營。呢一日嘅原定計劃就係要先去三寺嘅，但係遇到呢個天氣呢，我就決定留翻下次啦。無緣無故咁樣多咗一個晏晝，冇景點去，咁就只能夠食嘢啦。而又咁唔好彩咁樣俾我揾到呢間都幾出名嘅米澤牛壽喜燒店，又跌咗幾嚿水。天色又開始慢慢咁樣好起嚟，同早前去奧入瀨溪流嘅前一日一樣。天氣預告聽日將會放晴，雖然成段旅程有唔少時間個天都係陰住嘅，但係喺最重要嘅行程都承蒙天公造美，都真係好感恩。呢間嘢有啲諗頭，凍水就整定一壺俾你，入面仲要係有冰嘅咯，仲要煲埋熱水俾你。10月底嘅藏王，山頂上已經見唔到任何紅葉嘅蹤影，但係對我嚟講，山嘅魅力又點會受季節嘅更迭所限？又要做滑石師，終於玩完，好彩都唔係話好斜啫，真係。
我嘅終點站就喺呢度啦，之後就會沿路折返。呢個時候嘅藏王山頂確實係爭咁少少特色。如果要睇藏王山上面最靚嘅秋色，大概呢就要再早多半個月至到1個月嚟。不過可以以一段簡單嘅行山行程嚟結束呢一次嘅東北之旅，都算係為呢一個旅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エスカレーターでよずっとトンネルみたいなところを上がっていくんだ。